你这脚有毛病，你瞎嘚瑟啥呀？啊，老实搁家待着吧，你还取快递啊？通风放的你不知道啊？我着急看看我的新书店。这算是啥风啊？这算啥风啊？水墨风吗？不是吧？二店嘛，二次元风呗。动漫风。这叫一刀断魂，真白呀！乱纹粗面，这是色垫，橡胶底，下沉式锁边，这是偏操控垫，适合玩 FPS 游戏。它这有两种，一种粗面，一种细面的。这回我选了一个粗面的，比我那个持斧垫强太多了，那个才叫搓澡巾呢。这个你看似粗垫，不拦人，挺舒服的。38块钱的口粮垫，仙机电竞外设家的。我这最近攒了不少鼠标垫，送他2张。你看看你的裤子全是洞啊，整着钱都买鼠标垫去了是吧？给自己整条裤子啊！你懂啥？坐着公交去酒吧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